即马环保的意识是真重要。新德县的环保局为3月份开始启用头一支固定式声音翕相科技接拍的设备，3礼拜时间就掠到超过500只噪音超过标准违规的汽机车，而且这个汽机车都爱食上当3600个罚单。乌托拜手一个倒过去，因当讲发出铿铿叫的声音，若违规行为，则得互电杆甲翕起来。车主准备收环保局的罚单。新竹县第一支运用声音监测技术的翕相机，才装3礼拜，就掠到超过500台违规车辆。很赞成啊，这个对民众是一种保障啊。为什么？那突然吓人家，现在的人情绪都那么紧张。那多设几只啊？我个人觉得应该多设几只。那个扰民啊，拍摄大概约500多辆的一个车次的一个应该说超速的部分。那后续这部分会持续再进行一些刚的一个人工比对后，会依规定来进行高罚。环保局表示，一般道路限速50公里以下的路段，声音标准是86分贝；限速50到70公里的路段是90分贝。如果经我们那个声音照相科技执法抓到的一个违规的情况，会依噪音管制法的一个规定，裁处1800到3600以下的一个罚款。环保局提醒，车辆改装应当讲唔拿违规，而且制作出来噪音会当罚1800到3600，请民众注意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